13情啊，伊现团变大，就是啥？救啊！救在这个所在，伊安息人民到尾啊，13情现在做。为人贵体。咱贵体呢，我听讲上面，我当过爱偌久，我3年4个月，23年4个月，我讲讲金属，金属，啥物？因为到尾是啥？就是一种不需要的任务，所以不需要上较歹做，愈歹做的大物件就愈可贵。啥物？日久生怨，方益治疗。一项物件久到尾会变，人通袂做久，咱就心会变，咱就心会变先，咱就心会治。一项物件我话你偌好食，会了久，咱就感觉袂好食。为什么？咱人心会变。我过去，安尼有当初的时阵，真正。要到成绩，到认真，安怎认真？嘛咧想，你刚才咧想，你困难咧想，伊时常间伫遐困难咧想，开车咧想，做工课咧想，学海边啊，学海刚才做工课，啊，中到时就困，边讲袂讲煞，去认真，讲倒认真，车来咧，讲你开始啊，你困光灯头嘛光。做一方做对对，我坚定买大家来讲，啥物？你做哪会坚持？唔做反正呢，我坚持啊！再做坚持，你都变做害怕，都无认真，都无用心，都无精神，有啥物？咱是因为对啊，修好久啊，咱是修得着。所以你达到不惜你始终如一，永久不变，这无简单。甚至符合特定就真的是变啦，这种的精神就无变。符合特定，符合创新，符合背景，符合考验，咱是技术唔变，咱是技术唔变。你作规则要坚持过来，今仔日做马来天分，今仔日坚持马来，啊，袂错。而咱持之以恒，守之以恒。所以今日咱就感觉讲，修道过程是不需要精神。啊，我咱来所讲，咱来听讲过，你这种初发心发出来，成就有啥物？咱就初心到位的，就是久啊。所以咱讲修道久，会变老有劲。啥物？咱就修得着，咱就修得着。所以有啥物咱时时。爱去关照主力，我心有变变。我感觉过去咧学，过去咧是做工作，现在认真，即马才海开，不无认真。咱就讲，对经营到后面，学过程咱就心里。这种有啥物空性，讲学不严，学不惯，伊学袂赢，伊教袂先，就是精神。所以过去咱有听小讲叫做独立，啊无独立千变万变无变现。看你是什么人，我都能压死。所以咱来时时这个咱讲，不行这就是来太做到，不提前做到，心里做袂到，要甲咱所谓恶是无这个所在。所以讲我入手处是自强不息。人一间会晓，咱是8间；人10间会晓，咱是10间。必须做。先就是啥？继续无先。所以咱伊就修到就是啥？咱来以自强不息为本，伊这种过程开始就到咱所要修的啊，达到继续无先，为勉强达到自强，为有达到无，为
已经到达到天道，这是啥？咱修道过程。咱要达到无为，一定要先追有为；咱要达到自然，一定要先勉强；咱要达到天道，一定要先修道练道，到过程要做。所以中文讲，基础立足，属灵优势。为了咱做嘅好物件，为咱嘅发展来做，一直做属灵优势到尾，一直捉到囡仔无紧，是到尾讲成。属灵有形，形则形，形则动，动则形，形则动，形则动，动则变。为见啊之前，为人化，这个艺术感啊，像前面当初我有讲过，我就会讲，之前咱咁提出来讲，什么叫做自强不息，基础艺术属灵有形。咱只要好好去做，好好用面对功夫，用面对事故到位，慢慢就咱达到迄个心。只怕咱无到迄个不息的境界，若无每一个人拢会当达到。那么不息就是不忘初心，不改初衷。过去咱讲古人讲，啊，到一年不在哪里啊？不在心中，对不对？啊，到3年、5年不在哪里？不在半空中。啊，到10年后久不在哪里？无影无踪。不是，咱的初心去做袂，咱你做的初心无去啊，做袂去啊，你改变袂了。所以真正，所以拢无天地性命拢无改变的初心，拢无你的初心，到迄位，一心一意。完美的境界，所以不息就是啥，无改变就是啥，一心就是安尼。咱人若有自心，无可能救的。人家有做伙咧交往，翁仔某咧相处，咧做伙会久，是不是啊？到一心一意安尼定。所以不息绝对是讲咱人的原则甲精神。受到团结甲精神，我咱来理解啦。玄奘大师，玄奘大师伊对东土发一个誓愿，讲要去印度要出兵。伊当时就发一个誓愿，讲我今仔对东土出发，我哋就无回这个东土。若无成功，伊就袂回这东土。但是咱来想，这个办法就是。大无，但是经过咧过程，经过800里的运输，4年5日拢无食到一滴水。迄时阵伊就想要退，伊就想要倒转来。但是伊想到讲，伊当时在东土要出发的时阵，向紧是迄个关。伊若无到西路出兵，倒转落去袂成功。结果呢，就是伊的原则来改变，毋过在伊行到一半当中，佫想着，我当时说话是安怎回？所以我今日要回东土，毋则我一句话，但愿用西方一步死，毋愿回东土。我安尼讲就简单，在迄种的。但是迄种沙漠当中，拢无水无油，然后要食当中遐吼，伊的精神都无改变。我愿用西方一步死，毋愿回东土一步死。咱今日若有这种精神行为，所以到尾啊，天公大师有信无？有。这种信，上天就变做的。所以今日，在这种过程当中。我做到一款的阶段，就是咱以不息的精神，救人，无改变，无改变。这个不足之志，以行之德，这个叫我的志叫体志啊，我的志叫胆志，我的志叫软志，
变我过去制度就是说，咱有一个志愿要发到收到，不过我制度已经改变了，我制度已经去了，对自己提供的需求，对提供的需求，为虾米我做袂到？就是讲我对自己的需求，咱在比如哪不足支持来提供需求，需求哪细汉之上的君主制。在汉人在冰天发地的冬天，为什么万不条理？唯有相别相思，伊的生无改变，为什么耐得住考验？耐得住，伊唔惊生西人，唔惊冰封吹，但唔可以表现伊种精神。就是表示讲，这个君主人爱效法相别，但呢种汉人的冬天，伊永远无改变伊的制度。中通不迎接君主制度，我们在中困潦倒空难的时阵，我无改变我受到的之前就是咱君主制度。所以过去诸侯咧问孔姓有啥物叫做？孔姓有啥个回答？讲何以不留强在教？中立不以强在教，国有得不变色的强在教，国无得自数不变强在教。真正的强就是讲，在我顺境的时阵，在我困难的时阵，我无改变我平心的志向。咱人为什么在好的环境、在顺境的时阵，咱的志向改变，我的心会改变？在困难的当中可以强犯难，为什么在成功的时阵会当强了路？你看，改变伊过去在困难的环境，咱人在逆境的时阵，在困境的时阵，嘛无改变家己的志向，己数不变，强在教，这个君主制度。简单来讲，真正的不是就是顺从不息。咱个是要效法上边，效法君主这种叫不识叫是笃信而当修事性。于头四尾，我对到呢种信无改变，笃实实在在无改变。这世人守住我自己的选择。这个不是，就是当你平常修行的时候，有啥物话我跟同学讲？什么物件是会讲的物件？主动的物件会主动，主动的物件咱食太久，你看咱逐工到咧饮水，讲无水有淡无？是你会淡呢？咱讲食鲜，伊袂鲜味，逐工饮汤水咧，袂鲜，为虾米？伊是真正的味咧呐，是淡啊。主动的物件咱愈研究越看米饭啊，你看咱自小就食到，有细个才才便当无感觉好食，虾米？所以咱讲真味食淡，真道食上，所以咱咧守义平常，咱咧守义平常。不平常的物件是研究，什么叫平常？咱书中讲过哦，伊讲若迄个马戏团咧行更熟，咧行更熟，咧行袂久，咱是平，你看，你当讲无平常靠依靠，平常靠实力。愈平常的物件，咱才修在迄个平常。伊都无边，伊无依靠，咱有这种困难。我说讲，咱今日若无相信都是平常的，无相信都是平常的，这条路咱行袂久。哦，这条路咱行袂久。
于平息，守于平庸。愈变，咱再变来平平实实，老老实实，就保持卡住，你是烦恼。守烦恼，无投机出卡，无互乌无变，只是呐，保持卡住，卡大时间，你是着，安尼才是有久。守于平庸，平庸之道。迄咱平庸的物件，咱平常的物件。所以过程呢，有先做反复。圣人之道原自平庸，不从经济。人每是以之平庸而处见之无，取以平庸之道证出圣义之道。咱认为道，圣人道，可是有些都讲圣人之道原自平庸。我咱看这个平庸，无随之也是真。可是咱唔知影平庸之道证出圣义之道。我所以讲，不惜叫滚伊个病，伊个咱大家拢咧惊这个病咯。咁物件会久，互我即摆徛咧，互我是病，互我骹是贵。我所讲，互我即摆免爬话，安尼讲徛久。这无平常，真正诶平常呐，安尼平安尼行。所以话，我讲，医者不灵啊，免怕我咧徛，要互徛袂久。咱若咧行路，安尼平常安尼行，安尼敢行会久？无细步安尼行，敢行会久？都走咧，步步咧行咧，行袂久，所以无平常。无平常，你会当试看。所以愈平常的物件，愈平淡的物件，愈平实的物件，才会久。所以，咱修正，咱这是修平庸之道、平常之道、平凡之道、平性之道。所以设计就是讲家己修，讲到尾，讲家己修。咱的心唔通叫停止，咱的心唔通叫停过。所以咱老师来讲，修道爱有哪？应不变变的信心，应不变即即为本心。咱的信心永远无改变。我的本心永远无叫花去，无叫变去。所以修的是咧修地位，修的是咧修身的信心。咱若无信心，就讲。所以成为道源公德好，到尾实现一切，开发一切无上的心。咱的回心永远唔通叫变，伊是个是修定，永远无冷却的热心，修完到过程才是我的意思。但是另外，咱的精神有个心咯，这个心唔通叫冷却，咱的道心唔通叫停住。所以为什么咱语中人讲，爱经历再教育，道学再创新，用心再推广。这句话我听不懂。为什么这句话我袂讲？这三句话就是要互咱有信心，互咱有慧心，互咱有热心，互咱有恒心。离开真理的教育，离开用心的计划，离开道学的创新，咱的心慢慢的哪？道心慢慢的退，咱的热心慢慢的硬，咱的地位慢慢的落去。所以爱真理再教育，道学再创新，用心再推广，一直哪？不断持续安尼行。所以，一个人啊，离开道场，离开真理，离开一切班，你也看，咱的心可想而知。相信讲咱无好，一个月拢无接触道场，一个月拢无看册，一个月拢无听真理，咱的心如果是如，所以咱大家讲，这个心就是讲哪？家己的心，你的心就是一心之主，咱的心啊，听咧。拢是
咱的心内动，一直就动。讲不是对，讲教会来讲家己的心，救责任，救责任，故意，咱就咱看出种物件出来，咱就受到个应验来讲，救者一直以行，累提供。咱来讲就是时间的累积，日过一年一世，慢慢的累积，用力持久，久讲实。所以用一切心力，用一切努力，用一切心力，安尼一直到尾，固定来讲到是救责任，好。好，咱注意讲，较早有当务爱学讲学3年4科这样子。一项物件要学，来学3年4科，何况咱今日修惯到这段过程，要达到个成就是经过到一直过这种功夫才成就的。并且考验建立信念。你说透过久的当中，咱看出一种考验。一种成果，一种成绩，一种成就，一种成功。我讲大家，几乎大家拢去买啥？买早饭，买午饭。我看迄头家人，大家拢来读安尼读这个午饭。到到尾安怎？这是不拢暗的，你行路拢暗。为什么？这个姿势若久。咱就看出伊的心在去，伊做生意，大家安尼较意外，较快就了外，拢关落。啥物较久啊？过去无法慢慢，拢当然跑步去啊，较头袂晓恁知影嘛。咱跑步去一步，迄步车是比较爱压，对不对？爱压呢，甚至去镜头那边，较早镜头那边讲咧搞啥？搞可保姆。咱知咧一般导演哦，按要是，你看，少年的时阵，报车啊，班头那边，即摆伊安怎？伊学是点？你困，拢是一个快，啥物？久的。一直过日当的时间慢慢，伊身躯变，伊身躯歪，伊身躯翘去。所以嘛，一项物件透过过程中，伊会生出这个效应出来。这个无法无法来过，救伊我。比如讲一年爱偌久才会生，经过3天5天才会生。咱个时间会，时间会去累积，去培养这个长，时间到伊就会生，时间。过去咱拢知影，若讲桃栽3日不生桃，生桃3日安怎？批生桃。桃仔栽3日袂生桃，插桃3日应该通生。啥物？时间无到位，农业。还是久，所以讲，你来这样看，咱来看迄个奥运的选手，奥运的选手，顶尖的高手，伊咧在这个比赛当中，4天你看，伊偌认真，伊偌认真，伊偌努力，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训练，一段时间你看伊用偌个辛苦，叫迄种成绩，叫迄种成绩，叫迄种成果。所以成功毋是我认，成功绝对毋是我认，是人用心努力来，是年久月深，不断的训练，不断的安怎，不断的磨练，要看出一种的效果，看出这个效果。
称为叫做啥？天道酬勤。伊个道理，伊个回报互啥？国骨力、国拍拼、国认真、国努力啦。但是人个成就、人个成功，咱做人爱努力啦。是长期咱个努力，长时间个拍拼，才有今日伊个成就。我感觉，像咱前辈个，人是为了哪好，意为哪好，道理讲解遐哪好，你是咱人长时间是安怎用功，安怎认真去努力，去付出，付出。成功毋是我样。右这边，咱来看草案的初始。草，咱感觉看着草案，伊安尼布袂出来。咱看下影片，看下。这个刀枪棍在哪？棍就是可比草案的初心。草案，咱就看伊咧，草案伊迄个石头坑，啊是咱就放在道路边啊，安尼剥出来，啊是从土上剥出来。咱看着，已经在迄个过程已经努力足久啊，已经准备足久啊，已经把伊个能量想足久啊，到尾才咱突破迄个困境。迄个草去看，草啊要对迄个物件剥出来，相当无简单。看足简单，咱来看迄草啊，咱甲抠起来，迄个筋呢，对无？非常有劲。表示讲已经就要剥出来，已经准备足久啊，努力足久啊，才有突破迄个困境。啊，我意思，有责任。什么人我都去突破迄个困境，已经有迄个能力，准备能力足久啊，努力足久啊，才有迄种能力。透过草啊之初心，互咱去了解，这个叫做有责任。伊毋是今日。毋是，当2天、3天、4天教育，伊种比做任务，毋是年久的准备出来。咱来看下小说如何形成建筑？建筑按对来，按刷来，但是要小说要成为建筑，唔爱简单，爱靠得上长期时间。这条说记住了这个金珠柜，大家知影？金珠要成就这个，啊，金珠非常的水，金珠因为金珠按这条刷来，那么这条刷进入到这个贝壳呢，也不难讲。那么你做难讲，伊的分泌，伊将迄种液体，那么这种的物件，伊哪把迄个刷。安尼包起来，伊就要保护自己，互家己袂艰苦，伊就分泌迄种的物件。亲像啥呢？亲像咱个目睭叫刷照入来，会安怎？会开始流眼泪。那么流眼泪就是要保护咱人嘛。那么这条刷进入到这个金珠柜呢？金珠柜伊会艰苦，但是伊分泌这种物件就是啥？互家己袂艰苦。要保护自己，把这个刷包起来，到尾来呐，凝固为止。这条珍珠在哪里？咱看这条珍珠的过程，是这只珍珠柜辛辛苦苦去培养出来。所以，圣人的珍贵、圣人的宝贵是啥？是当伊生生世世修道办道，互救人所成就的。时间、努力、久成就的。咱来讲修到面膜人，并毋是讲，但是咱会当修现身在这个道场修办道，这并毋是膜人。有这边这个天嘛，看着，咱看着自己，咱看着兄弟姊妹，咱在这个道场咧修办道，是膜人。所以就像讲。根基是累世所修的，根基是累世所修。伊当钱啊要遐大赚，毋是某人，
是几十单、几百单、是几千单叫谈成啊，是几线数据出来。所以说来讲，大道经分为人目的如何表达，如何历练文德人心性，历史经验去付出。各位尊贵，咱用目睭看袂到，既然目睭看袂到，要怎么来表达？要怎么来讲呢？讲袂出来，表达袂出来。历练文德，咱今日文德，咱实在说迄个信息，历史经验去付出。历史当中受修来，这种经验去付出。郭培营大师，这个方颖大师，讲到金刚经验，一门接物，这种语言不是语言，迄毋是简单，是累积所修来的。伊的经济大义是累积所修来。咱今日下面就马上开幕，这种的开幕时间是久长的时间所累积的，叫一门接物。那靠过咱主要办公室大会，办公咱全部来讲清楚。我今日会使这个段落修完的，我会支持啊。那么我的支持袂歹是累积所修的，我今日来对他们信心，今日来对他们信心。那无咱师尊就袂咱讲句，吼，足久个。咱讲哦，去地方安怎吃富人？看你徛久袂，看咱我有坚持持久无？到尾人徛久人骗。人讲一日3年3日9年就收，透过时间累积努力，才完成成就。所以过去这只磨练我是在咧修道的时阵，伊发一个愿，伊讲在这个菩提树下啊。这话若无成道，永远袂成，永远无离开这个所在。从这个缘法的当中，无中进动，无中进动。那么无中进动，这个魔王，快来去看，讲为什么无中派进动？讲在凡间有一个修行者发一个愿，伊讲我在这个所在开始到尾。若无成道，就伊无要离开这个所在。讲安尼哦，我来考虑看，就太忙碌，要跳舞，去学习，你有业教人的成就。结果呢，这忙碌哦，这大个态度，哎呀，奋起，到尾我摕了。那么摕了你，无叫伊无困难。用要气较声，一直写，可是这个气写到伊的心情，互我挂了，变成一个问题。那么魔根，伊个怎？伊个无大人个来考验，我做落来。伊讲我只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若我回答我管你，我就离开这个转来，我就无来考验。讲为什么你讲发一个愿讲，我若今日进这个所在，无是我永远无要离开这个所在。伊都无讲话，讲一手起兵，一手起地，讲安尼，这啥物意思呢？天地做见证，天地做见证。我生生世世。有史业以也拢咧修道，唯有天地知影，所以天地伊会当替我做见证。所以啊，伊地方跳舞来，看修房，做修屋。虽然是讲无有一番情感感，哪有有神一点经？所以咱看着手啊，安尼小爱经手的，安尼80。这个过程是人安怎用心，安怎努力去灌溉、施肥、督插、保护、照顾。那我成就啥？
但我就是求我是无法是有性命，怎样是这个习惯，习惯。因为如果今天如果是普这个，所以这如果就是啥，修办就如果目标，修办这条路是99199等这条路，但是这条路有一个目标。就是要成就啥？成就地普普体的道路，到尾就是要成就这个，是要效法甲成就，要效法天的道路的普普，到尾就是啥？要成就自己的普普，成就自己的道路。那么你成就普普之成就多来讲唔是对唔？就话说，咱人。诶，过程，咱的心中有愈来愈扩大，咱的心中有愈来愈扩大，心中比变哪扩大，我的心中有愈来愈包容。你知影呢？因为我的心中是一个因为我的心中有够大，我去包容别人，包容以前好甲歹，以前如意无如意。包括以前顺境无顺境，甚至包括以前种种无如意的物件，心上底伊的包容，心上底伊的好财，伊种的德有够无？非常有够。这是咱修道的目标，修道的过程所要成就的。咱未来所要成就啥？成就自己的德行。咱未来所要成就自己的地位。无得比天较悬。无得比天较公平啊，无得比地更较高啊，无得比地更较宽。所以这是啥？咱要成就的所在。地位上较歹成就，地位上较歹成就。你看，一切千金万典秀人的地位跟困的这地位，所以咱人有地位，可以主导人。可以叫他人，可以叫自己，一切公平。而且要成就到各大公平的地位。普普所以在不了个人，所以服务人有定所以成本。你看，就是讲天地成定，互咱看到迄种的成，迄种的感应，迄种的效验，就是啥？普普在我个人有救的成本。因为成就普普，因为成就个人，因为成就要有救。那离开成，我就讲普普，我就把我个人到有救。这第一点个人，第二点就普普。咱看会到的，天就是啥个人，伊是权，伊是公平的，所以一头一出来，一切大地公平。互咱所看的呐。公大普普，这两块。所以咱有讲过讲，你看到天地来看，天地来看，为什么？咱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个天地当中，天地当中以外者，就是有救有成本。天地咱看会到的，在这个外口，有啥？有救，互万物生生不息，万物生生。因天地若无够有救，必定有成本。所以有救叫做啥？生生。天地。咁啊，即讲来讲啥？天地无失去伊的道，天无失道，地无失道，到尾成就有救。天地定位，就是天地无失道，天地到咱定位，地中有万物共。成就在要成就个人，服务成就有救的成本。所以普去用物，何以在物？个人对于服务，利于在物，利于教育。这种开始要讲啊，对吧？好是普个人有救的。所以咱若要讲较对，因为天地皆普，包容一切万物。天地的高，在一切
占一切万物。天地高明，甲咱藏起来，甲咱保护着，伊个光明照一切万物天地万物。所以悠久就是天地生物生物。这段嘛是讲天地公，一代者公也，服务者公也，生物者公也。对天地，对咱万物来讲，对一切万物来讲，产生了天地。伊有载物之力，伊有服务之力，伊有生物之力，所以天地有物，天地有物，有天生地养，有天福地财，有一块教育，有雨露之生产，这文字。所以天地就是地母，甲咱生，甲咱养，甲咱照顾，有空气，有水，一切万物，甲咱照顾，天地有物。所以其实有啥物讲咱爱敬天地，为天地开始讲；明明上帝了，为天地开始讲。咱其实就是哪？反正对普普在不多人，服务悠久是事物，咱了解天地，伊讲天地，天地是物。普普配地，多人配地，悠久无终。一般，你来讲，伊有啥物即个配合？伊啥物？有啥物跟伊天地同时？配者好也要听，配种有合，有合。那么这配要有条件。所以你讲讲，大前者，伊天地合天地，伊数是合天地，伊如果合天地，伊数是合天时，伊规时合继续会合。伊含如果当年伊天地当中伊含规时当继续，是啥物呢？伊数是迄种诶当年，就是讲啥？你讲这个合，讲这个合，爱条件。当伊生性命，性命怎啊？伊生活才条件，咱生万物有三个条件。伊生动物伊有动物的条件，以前都无具备条件。咱生活的条件，生活的生活。所以要配合，要配地，要配地，达到悠久无终，就是来看咱怎方条件。就是性命要好，伊配地。性命的多是悬的，伊一定是好的，所以伊配哪？伊配天地。那么伊既然咱配天地，咱占天地之化用，伊咱帮助天地化育万物，所以真正我著含天地相配，我著帮助天地化育一切万物。所以普普人啊，伊教伊配地，高人就是必有伊配地。所以中央头先就讲着，聪明足智，聪明做智，足以有用。这种聪明的智慧可以教人天下，亲像天如果教人天下，圣人的智慧能教人天下。是啊，伊的定是高明的。所以圣人伊的国教可以配天地，圣人。这种圣人，这种圣人是上帝。因此，叫咱配啥？配天配地，悠久与天地同参。天地有偌久，生命有偌久。与天地当中有，与天地合之理，三才之一，生命之理，与天地同参。如此者，不能其中，不当于并无为之事。咱普普配地，高人配地，悠久而无终，安尼呢，到不嫌
我反正无一切作用，咱修一切，这是讲天地是圣灵的性，天的性、圣灵的性，达到迄个性就是自然。就从上天之因素顺好自过程呢，空性伊讲啊，如果我想无要讲话，伊学生主讲，讲老师你若无讲话，我要做伊在做事呢。讲天和原在数是形的，结果心灵天和。如果你看天有咧讲话，天无咧讲话，毋过数是形的，春夏秋冬，万物生人，天和原，伊哪有讲？所以伊是自然啊。伊咧做代志，圣灵咧做代志是顺好自然，讲无一切就做自然的。这种天地有咧颠倒，万物咧改变。天地拢无咧改变，地拢无颠倒，伊个环境哪会动？伊个会使咯。所以天动是地静，天是颠倒的，毋过天咧颠倒咱有看，拢无看。地是不，地是哪？地是真的，伊袂使动。伊若动，咱徛袂牢；伊若动，万物就无生。伊个嘛地动，你看死个，啥物？咱来想，咱逐工，若是咧看，咱咧听，有自然无？咱若举出来，你就听着，咱毋免讲我要安怎听，较听无。我要看物件，即个红的、即个乌的、即个青，毋免讲我要安怎看，较看有。对，你看对，有自然，不听不讲。当咱若讲我就要咱听的时阵，我目睭要看时阵，就是啥？我耳朵有。是我听无时阵，我才讲要安怎听。啊，搁自然的，声音来就听，目睭来就看，啥物色，是叫做唔免做到。所以从讲到尾，上天之在无心无理之。上天在一切万物运营一切万物，拢无声无色嘛，无香，无拢无味。到迄个字，清清甜甜。上界悬的品质叫做啥？静悄悄甜甜。上界悬的境界叫做啥？叫清甜。上天之在拢无声。是来看好当面，天一切是自然。所以到尾讲到来讲啥？讲到自然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心智你是看迄个字。天地之道，可以言之然，伊为过去是即是生活。一直咧讲形容天地之道，一直拢讲自然道。你个环境啊，你了解天地道伊个伟大，伊个讲伊个温，一定就是神啊。伊一句话来甲形容，就是啥？神啊。孔子是讲诗经300首，一句话甲形容，无啥。因为你讲到天地道呢，我安讲，伊就神来表达。所以过去呢。文天祥有讲一句话：天地间只一个神，天不可。天地间只单一个神啊，伊无只改变，无只拍破，这种道理。因我无只拍破，是神才可以。你若讲天地有万古之心。天地有万古，但是万古安尼一个生命，那是神，那是神。所以神者不以将士，不行无悔。天地若无神，就无一切开始，就无一切万物，就无一切万物开花的段落拢无。那是不会反应的，就是神。那么第为不及的啥？就是力量。
天地有万物，万物之一心，啊，这个心灵。那么这个心，道也讲也，天也讲也，都有讲无？大道之名安怎？天下有公。天也讲也，这个天公。天上公平，道上公平，天无私福，地无私财，有无无私财。天地也讲。对嘛？共款，道一切万物是公平。所以一切万物就是本质，无偏无私，伊无偏无私。所以当作人讲，宇宙万物无虚实。当作正人讲，伊个人看一切万物，无啥，伊无这个，伊是长草啊，伊是长大树，无这个规矩。为什么？因为，什么？都是讲天是讲。那么这其实不全，天生自然。现在歹去了解里面个啥？自然物。加上去互加尾咱按落铺诶，有3礼拜，袂影。这想法，这咱无去体会，去自然嘛。自然里面个啥？我去测度知影讲，到底怎样去生这个？我了解。所以有性命的地位，不能地位，我老爹测过。天生有情，有条有情有义。万物天所生都有名，万物都有名。但有名当中都有的，有不该有道，有不该有信，有不该有义，有不该有的公平。讲天不生无用之人，也无生无用之物。心有之叫杀无之患。伊生一切万物，伊无感觉有的。修杀一切万物，一心无完，万物无完。那么道就不全，道的事物，那么来说讲，伊无生有，伊无生亡。所以道就不全。那么天地之道，破了好了，都要平衡，有了富啊。一般都在艺术来讲，天地之道，交流之道。性情有个人了解，天地有啥物条？伊无讲好也好也，都也平，有也富。从这个更加了解，道现在这个字，道无看着有限。那你看到看袂着，看出这个人有智慧。伊若有这个道，伊咱你看到为迄个节看，咱你看到为迄个行为看出来。为伊的福祸，为伊的道理，为伊有救，只要看出天地的。因父天书教教之道，就伊就重要，就我先是黑暗万不同。因父天一福道，一福道之道，就伊讲我在华万不同，任何爱不想，万不在意。你甲咱讲。这里叫心不全，那么这个教教小人，看天，你嘛看天，伊迄个小小，迄种的功能，伊讲就伊无做啊。包括武中之的时阵，武中大时阵，伊捌天是不挂的，袂叫挂来呢，袂叫乱来呢，万不福的，万不福的。咱看地是福报，啊，就你，你看看少，伊讲到越宽，讲到越高，一切山河，山岳，一切花咧山岳越旺，我们袂看到。你讲到人无，你若讲到人越哪越平稳，永远袂做平稳。任何爱，迄个爱。我不做下去，难道看天的笑？我看海的飞翔，我讲万不在意。
图修正这个。那么，这讲，伊种就是讲天地复在之物，这种无心，就是因为无中心，就是呐，心不不实。金湖山一贯设计个并非公开，车落修炼亲属依据，多种经验。金湖水一族基督并非不实，弯得高阳以的经验红来信。一贯就是呐，亲像分头尾遐大，一成头，一时，一族，亲像呐，伊个少，啊，从一个好，他来去较水，伊种水咧来少，弯得。 你看下，这个弯，啊吼，圆呢，是像啥？是像迄鼓哦，但是迄个嘴呢，恐怖。下底倒是啥？是有口气。这是互你看见的，因为呢，这是讲大海种的。这段话就是咱以前就讲。 山会宽，水会深，咱袂当去切断，袂当去切断。所以圣经讲天地，讲山水，就是你照不来谈这个。因为天地山水是有形有相，都是无形无相。这个一切万物来讲这个道的奥妙，来讲道这个奥妙。现在万物无有道，以性以变，以化以形。 来生一切万物，来改变一切万物，来化解万物，来成就一切万物。这个天地，这个山水，这种形容，这种符号，这种不实，你也看，由小至大，神不是不实。为小到这个大，到神不是不实。就是要了解天地之道，以了解进行。为咱了解天地之道，就是要显示。 天地的性，这种知识有个性。诗文为天之名，乌木不义，台湾天之所以为天命。乌木不言，文王之根之顺，台湾文王之所以为顺也不息。乌木是啥？深远的，非常深，非常远。不义是啥？不息。 所以这段话就是咧引证诗经，来讲天道深远不息，圣人的德嘛是，伊的顺，伊的德嘛是不息。这段话，要来讲天含圣人，为什么我到迄个不息？就是啥？就是迄圣。圣人伊对论伊是未中意，伊心中就是啥？到迄个志向。 伊所表现啥？到迄个志向之前，卖唔会的。